大家好，我叫思晨，我係做瓷器餐具生意嘅。咁我哋屋企嘅工廠咧已經做咗28年啦。從2016年開始接手我老豆嘅生意，到依家咧，我已經喺呢個行業深耕咗10年時間啦。2019年年底，我抱住居安思危嘅心態加入 BNI， 成為咗廣州天河裕豐分會嘅創會會員。我當時並唔知道呢一個決定會為我嘅事業帶嚟咗全新嘅格局。2020年疫情嚟臨，餐飲業受到咗重創，我嘅生意亦都一度遇到咗危機。嗰個時候分會嘅狀況亦都好低迷。我擔任裕豐嘅主席，無論幾難都好，我都咬牙堅持住，想盡辦法帶領分會渡過困境。正係呢一份堅韌同埋付出，令到分會裏邊做連鎖餐飲嘅楊總主動同我合作。呢次合作打開咗我嘅新思路，跳出咗傳統生意嘅內卷，專注咁服務連鎖嘅餐飲品牌，陪伴客戶一齊成長，生意變得長久同埋穩健。同時，我積極走出區域，做跨分會嘅分享同埋培訓，成為咗大使之後，有咗加倍嘅曝光，感受到 Give with Game 嘅驚喜，收穫咗夢想嘅合作夥伴。我嘅產品從單一嘅餐具拓展到全品類，大大咁拓展咗我嘅業務範圍。以前接唔到嘅5星級酒店或者係大型嘅海鮮酒樓呢，依家都可以成為我穩定客戶。2024年，我喺佛山創立咗南海風雲分會，令我嘅口碑同埋影響力覆蓋到整個廣佛。好多餐飲相關做出口業務嘅源頭工廠老闆，為我推薦咗嚟自世界各地嘅客戶資源，令我嘅餐具產品順利咁走向全球。呢3次業務嘅轉型同埋升級，令我嘅生意唔單止觸底反彈，而且加速突破，迎嚟咗質嘅飛躍。從等客戶上門到連接全球， BNI 一直係嗰座最堅實嘅橋樑，佢令傳統生意都有無限可能。感謝 BNI。